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我嘅頻道，啱聽嘅朋友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喺6月6號，何伯突然間出庭，而之前係毫無先兆嘅。根據報章報導，何伯獲准以2500蚊保釋，案件押後到7月25號再訊。跟住邵子峰收到消息，指保釋條件係何伯唔准返回之前報稱嘅住址。由於消息嚟得突然，法庭外旁聽席冷清，連記者都唔多個。而何伯係喺保密嘅醫院出發去法庭，出庭後可能喺仔女度住，或者受警方嚴密保護。根據之前報章嘅報導，就我睇到嘅，全部都係寫何伯呢單案係6月10號再訊，而當中係冇提及6月10號前。我認為呢點就係造成旁聽席冷清嘅原因。而喺上次，多個媒體都係寫明6月10號再訊嘅，應該唔會全部媒體都同時聽錯啩。所以我認為，警方係刻意放出引導消息，令公眾唔好聚集，而唔好俾咁多公眾知道何伯上庭嘅原因。我認為警方可能係怕何伯被人劫走，一係就何伯被人恐嚇。警方擔心何伯見到有恐嚇佢嘅人喺度，而令何伯嚇到唔願俾證供，所以要好好保護何伯。由警方對何伯特別保護嘅行為睇到，我認為何伯當前係面對極大風險，可能有人計劃對何伯不利，所以邵子峰先前講何伯受恐嚇，而且強力部門介入事件嘅說法係有機會成立。但係又有疑問出現，先前邵子峰嘅問卦係話，何馬叫何伯自己揾屋搬，自己要返大陸。假設問卦中話何馬禁錮何伯係啱，咁樣點解何伯知道自己獲得自由，反而仲會嬲到去襲擊何馬，誓要同何馬喺一齊呢？所以問卦跟何伯嘅真實行為存在好大嘅矛盾，我都唔知信唔信好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